刚刚好是主领者，应该是主领者哈，开始染疫，结果他们全团都要隔离。那个昨天练完染疫啊，所以全团都要隔离，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临时做了一点改变。那我们今天的礼拜会照这个第一场的台语礼拜的形式，所以我们来吟唱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一场礼拜里面我们会吟唱的诗歌。那如果我们手中有圣诗，请我们翻开这个圣诗的第194首，没有也没关系，因为那个 PowerPoint 会显出来哈，没关系。那邀请弟兄姐妹尽量往前坐，尽量往前坐了哈。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歌的旋律。这个歌曲比较特别的地方是那个半音的地方啊。唯愿我主旨意成就，开我眼睛，光照引领，至圣的灵。我们来一起吟唱一次哈，第一节就好，第一节就好。来，预备，来。开我眼睛，使我看见你的真理，为我彰显。奇妙钥匙，你放在我手，开启奥秘，使我自由。我今安静，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开我眼睛，光照引领，至圣的灵。那这首歌其实是在我们向上帝祷告说，求你开我的眼睛，开我的耳朵，开我的口跟我的舌头，帮助我看见你的恩典，听见你的话语，用话语口舌可以见证上帝的话。我们来唱第3节哈，我们来吟唱第3节，来。预备来，开我，来，我们从头来啊！预备来，开我口舌，使我诉说，宣扬真理，遍地传播。开我心胸，让我能预备，与人分享主爱恩惠。我今安静，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开我心灵，见证主爱，至圣的灵。我们再一起来翻开圣诗第610首。圣诗第610首，耶稣是我心所欢喜。那节奏跟上那个4/3拍跟8/6拍，那个8/6拍是比较华尔兹，那这4/3拍比较工整啊。我们来吟唱第1节，预备来。耶稣是我心所欢喜，生命亮光，人类救主，世上荣华难不空虚，依靠我主心的
助。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翻开我们今天会吟唱的最后一首歌，叫做399首。愿上主大慈爱抚慰你心灵，每时刻他的爱住在你心里，愿主荣光照耀你，以此爱恩待你，无论何处他的灵都永远伴随你。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首歌。当我们唱最后这首歌的时候，我要邀请大家可以吟唱2次。那唱的时候，第一次可以唱我，第一次唱你。那第2次，对，欢迎来坐前面，欢迎来坐前面。好。然后第一次歌词是唱你，那我要邀请大家第2次的时候，把歌词的你改成我。好，把歌词的你改成我。那我们再唱一次这个我的部分了哈，来，前面2小节而已哦。愿上主大慈爱抚慰我心灵，每时刻他的爱住在我心里，愿主荣光照耀我，以此爱恩待我，无论何处他的灵都永远伴随我。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最后一首歌，那所以我们会唱2次。第一次就照歌词上所写的唱你，但是第2次，请大家把那个歌词里面的你改成我。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所以如果我们够熟，我们也可以唱你的时候，顺便看一下旁边的人，因为这首歌是彼此祝福的歌，上帝就借着我们要彼此祝福。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同安静心开始今天的礼拜，请奏乐。
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时，我们来唱圣诗，圣诗第194首，圣诗第194首。会众请起立，唱全首。开我眼睛，使我看见你的真理为我彰显，奇妙钥匙你放在我手，开启奥秘赐我自由。我竟安静专心等候，惟愿我主旨意成就。开我眼睛，光照引领，至圣的灵。开我耳朵，使我听见上主所示真理之言，真理之声萦绕我耳中。一切虚伪顿时隐踪，我竟安静专心等候，惟愿我主旨意成就。开我耳朵，倾听圣言，至圣的灵。开我口舌，使我诉说，宣扬真理，遍地传播。开我心胸，让我能预备，与人分享主爱恩惠。我竟安静专心等候，惟愿我主旨意成就。开我眼朵，见证主爱至圣的灵。我们依然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会众请坐。这时我们来起印。今天的起印文是起印文第49篇，也是以赛亚书55章。由我来请会众来应。上主说：“口渴的人啊，来吧，这里有水喝。没钱的人啊，来吧，来买食物吃。不用花钱，不付代价。来买酒和奶喝。为什么花钱去买吃，
不饱的东西呢？为什么浪费工钱而仍旧挨饿呢？听我的话，照我的吩咐做，你就能享受最好的食物，使你心里获得饱足。趁着上主可寻找的时候，要寻找他。趁着上主靠近的时候，要求告他。邪恶的人要离弃邪恶的道路，犯罪的人要回心转意，他们要转向上主，好承受他的怜悯。他们要归向上帝，好蒙他的宽恕。上主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正如天高过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话像雪和雨从天降下，不再返回，却滋润大地，使五谷生长，让撒种的有种子。让吃的人有食粮。我的话就是这样，我的话从不落空，却要成就我的计划。要执行我的旨意。你们将欢欢喜喜地离开巴比伦，平平安安地归回故乡。大山小山要高声歌唱，树木要拍手欢呼，长荆棘的地方将有松柏，长吉利的地方将有番石榴。这是永远的记号。要纪念我上主的作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万物都依靠你的恩典站立。你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赐下爱子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世上，完成了十字架救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世人正在经历无数的灾难祸患，病毒仍然肆虐，我们看到你的百姓处在患难之中，恳求你怜悯、拯救、医治你的百姓，就像从前以色列人民在旷野之中，你为他们预备玛纳、泉水一般，也为现今受难的人们开一条道路。主啊，你从创立世界以前就爱我们，拣选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蒙福的儿女，天天享受在主里的眷顾和保守。无论我们在哪里做什么，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你们是以马内利的神。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人作王，直到永远。你必赐力量给你的百姓，必赐平安的福给你的百姓。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这时我们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2章13到34节。路加福音12章13到34节，翻到后由我来读。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有比飞鸟是何等的尊贵呢？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要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们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正道，我们请吴夫人牧师。正道的题目是真正富足的人。大家平安，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今天特别这几天，大概就是台湾在庆祝88节的日子，因为台湾的父亲节的庆祝通常是用在取谐音的那一天，那所以今天大概是相近于88节的时候，所以我们教会也因应台湾社会的习俗，在今天我们待会在礼拜的报告的部分会来庆祝88节。除了庆祝88节之外，其实今天也是圣月主日，因此事实上我们也透过一起敬拜、一起感谢，我们感谢上帝赏赐我们恩典，并且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真能听见他的声音跟祝福。因此这个时候我要邀请你，如果你身边坐的是爸爸，你可以跟他讲爸节快乐。如果你身边不是做爸爸也没关系，你可以跟他讲很开心，可以一起跟你敬拜上帝。很开心就真的要很开心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经历你的丰富，开我们的耳朵听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米达斯的 touch。故事是这样的：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酒神，酒神的名字叫做 Dionysius。他有一个老师叫做希勒诺斯。希勒诺斯有一天醉酒了，就跑到山里去，但他跑到山里去，却捣坏了农作物，于是他就被农夫一群人给包围抓住，带到一个王的面前，这个王叫做米达斯的面前。但是这个王马上就认出，这是酒神的老师，所以释放了这一个老师，以及款待了他，最后还把他交还给酒神。Dionysius 这位酒神，他为了要报答这个王，
于是许诺这个王，只要你提出任何的要求，我都答应。米大死王他就想了想，他心里想，我平生最爱的就是黄金。于是他就跟酒神提出了一个要求，只要我手指所摸到的东西都要变成黄金。酒神听完之后马上应允，因此从那时候开始，米大斯他就拥有了点石成金的本领。一开始他还为此高兴到不行，因为只要他手指他就很开心了，只要他手指摸到的东西都变黄金嘞。你想想看，你的手指如果摸到的东西都变黄金，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但没多久，他就发现这是场巨大的灾难，他无法跟人近距离的接触，对不对？因为一接触变黄金了，甚至他没有办法用手去吃东西，因为他碰到的食物都会变成黄金。最惨的还不是这样，最惨的是他所最爱的女儿，远远看见他要来抱他，他要阻止他的女儿都不行，他的女儿就冲过来抱着他，结果没想到他碰到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就变成一尊黄金雕像。这个时候，米大斯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笨，于是他就央求酒神说：“求你收回这项能力吧。”他就被带到一条河，叫做帕克托罗斯河。当他接触了这个水面，他的能力就转到这个河水，河里的沙石就变成黄金。对，传说中这条河，这是真的有这条河哈。传说中这条河的下面是有可以挖得到金子的。这个王终于摆脱这个技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今天这个社会，很多人都想拥有这个能力，因为点石成金的这个能力是今天台湾的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非常向往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台湾的社会的典范或英雄，不再是国家的领袖，或者是过去的伟大的领袖。今天台湾的典范叫做王永庆，或者是郭台铭。这些人好像都可以点石成金，他们白手起家就可以赚很多钱。他们的确很努力得到，但是他们的富有全来自自己的能力吗？这是第一个问题。他们的富有，他们有钱，全来自自己的能力吗？同时，事实上，我们也要小心，因为拥有越多，责任越大。拥有很多黄金，拥有全世界的金钱，就能拥有幸福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所以要小心，以免我们拥有的变成我们的悲剧。那这就是今天上帝的话要告诉我们的事。路加福音第12章第1节 A 段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人群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犹太人的拉比，犹太人的老师，是一个熟悉上帝律法的人。当时一般的人的确会期待他能够就律法来做出判决。在上帝的律法里面，民数记第27章第1节到11节，申命记第21章15节到17节当中就有规定。规定什么？就是长子可多一份。简单的说，就是你们家不管兄弟多少人，每一个兄弟都可以得到一份，但长子会多一份。
我们来看这个经节里面的内容，因为这个人要求耶稣说：“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好，这个兄弟是单数，原文是单数，所以换句话说，这一家只有他跟他的哥哥2个兄弟。那请问他可以分到多少？如果就上帝的律法来讲，他可以分到多少？对，1/3。那你们都知道，聪明，很会算。所以他的哥哥可以得到2份，不是分成2份哦？是分成3份，他哥哥多得1份，没有错哈。这就是这份律法。那既然上帝的律法已经教导，这个人为什么还要求耶稣呢？他还要求耶稣说：“你来帮我评评理。”他是认为我的哥哥要侵吞我的家产，还是他压根就认为上帝的律法不公平呢？我们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动机跟原因。但关键是，他是从人群当中喊话。关键是这件事情，这人公开的喊话，等于把家里的私事公诸于世。这个其实犹太人的社会跟我们台湾人的社会一样哦。如果有什么私事或有什么纠纷，那个是在家里面解决。一旦你把这些事情公诸于世的时候，要别人评判，那就好像今天我们会到法院提告一样。换句话说，这个人认为我的亲人跟我的邻舍没有办法帮我了，我需要外人来主持公道。事实上，在我的牧师生涯里面，我就听过几桩故事，几桩见证，多数是告上法院，多数是兄弟姐妹为了父母亲的遗产告上法院的事。每一桩最终都伤透人心，关系破裂。我总会对他们说，很可惜你们在提告之后才来找我，因为我要告诉他们，父母亲留下产业原是要祝福，但一旦告上法院，最后不论输赢，你们都会输，因为这个产业会变成咒诅。因为每当告上法院之后，即使再亲的兄弟姐妹也不会再同桌，一起共同来回忆小时候的生活，共同记得父母亲的爱。最后无论谁得到这个产业，你却会跟那最亲的人形同陌路。请问这个产业是祝福还是咒诅？很可惜，如果你让那个产业变成咒诅，那就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或许这人以为，我争得父亲的产业才能反映我的价值。换言之，如果我可以争得更多的产业，表示我在这个家里面的付出跟地位。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讲，这个人用我拥有多少来衡量自己的身份、价值跟生命的标准，而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习惯用来衡量人的方式。就好像我常听人说，金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说来说去还不是金钱万能。当人视金钱至上，生命里面幽暗的动机，那个贪心就会浮上台面。主耶稣断然地拒绝这个人的要求，因为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使人分隔，而是带来复合。路加福音12章第15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于是他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沙伊德这位神学家是这样说的：主耶稣做了他们之上的法官，而不是在他们之间的法官。主耶稣审判人心中的动机，
而不是审判人手中的账簿。人会贪心，会被许多无法满足的欲望驱使，想拥有更多，改变生活品质本身其实并没有错。人的确需要一定的物质生活才能存活，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假若如果我们认为物质越丰富，我的生命就会越丰盛，那就大错特错。因此，主耶稣告诉我们，追求物欲其实是人性，没有问题，人性。但不好意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从这些追求当中得到满足，因为生命的丰盛无法依靠累积财富、累积产业才能得到。便希拉自训，它是传统基督教的次经，大约写在主前的180年到175年。这本经书，它被天主教、英国国教跟东正教接纳为正典。然而，在我们的圣经这个版本没有，因为改革宗教会没有承认它是正典。不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一个人因才智和野心变得富有，就是他所得着的。他说：“我找到安息，现在可以享受我的财富了。”他却不知道可以享受多久，他终究要死去，把财富留给其他人。神学家认为，主耶稣是利用这个便希拉自训，这个当时众所皆知的文本智慧，改编成下面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短句，来作为回应这个人的方式。路加福音第12章第16节是这样说，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然后他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地出产丰富。便希拉自训是用人的观点说，人的财富来源是来自于人的野心跟才智。但主耶稣一开始就带我们看向上帝。他要告诉我们，一开始的这句话，主耶稣说：“若没有上帝，田地如何出产丰富？”当我们看到田地出产，我们就知道，你虽拥有田地没有错，但你怎么能保证那一年出产丰富呢？你不行啊！唯有什么？唯有上帝才行啊！因此，这个财主应该这样想：我该如何回应上帝的恩典？但偏偏这个财主没有这样想，他是自己这样想。路加福音12章17节，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他自己心里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储藏，怎么办呢？我们要知道，传统中东的社会是个群居生活，这跟台湾传统的社群其实是一样。我小时候，我没有长大在那样的环境，可是，在小时候，其实很多人的小时候，他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所以他们总活在关系紧密的社群里面。然而，这个财主不是这个财主只跟自己对话，表示他无法信任别人，他拥有钱财，却将其他人隔离在外，因此他的视野是扭曲的。自问，当然也只能自答。路加福音12章18节，接下去就这样说，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就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储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财主所关心的焦点都是我，全部从一开始我的出产开始，接着是我的仓库，然后是我的粮食跟财物，就好像是
这一场丰收就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接着他想着完成之后，我完成这些之后的将来，还是我，接下去还是我。路加福音12章19节，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然后要对我自己说：你这个人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这实在让我们可怜这个财主，他好像达到他生命最后的目标。他生命最后的目标就是我要成为有钱人对吧？这个财主，他生命最终的目标就是我要成为有钱人，但非常可怜哦，他能分享的只有自己。财主跟现在的我们想法非常相近，因此我们读到这个故事，一开始会觉得这个财主没错啊，我规划储存自己的产业，管理好自己的产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像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判决一样，他所想的也只有我能得到多少。换言之，亲爱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我们都常常有非常扭曲的视野，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因此此时第二个声音出现了，这一场短剧第二个声音出现了，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无知的人原文只有一个字，直译叫做笨蛋、愚蠢。我们在世上都有很多规划，就好像财主希望他的未来有美好的生活，但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世上所有的规划里面，一定要包括上帝。如果我们没有包括他，不然就会听到上帝从天上骂，也不是骂我们，笑我们说：笨蛋、愚蠢的人啊！要今夜又要你的性命，原文是收回。这个当时候经常用在还债。换句话说，上帝是对这个财主说：你的灵魂是我给的啊，现在我只是收回而已。这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故事一开始所说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田地出产丰富，当我们看到我们拥有的这些财产，拥有的，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上帝所赐，没有他的恩典，我们怎能得着？路加福音12章21节，接下去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事实上，主耶稣没有谴责我们享受快乐，他也非常享受当人邀请他去宴席的时候，他非常享受。或者主耶稣也没有谴责我们规划我们接下去的那一步，他没有谴责我们规划积存或管理好我们手上所拥有的，没有。但主耶稣只是担心，他担心倘若我们眼中只有财富，倘若我们以为那个金钱就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没有上帝，我们没有在上帝手中，那才叫做愚蠢。主耶稣不是宣告这个财主必死，但透过这个故事正在显露，他虽拥有，但他是个穷人。所以题目叫做这一段的主题叫很穷的财主。他拥有，但很穷，因为他孤单，没有人可以跟他对话，没有人跟他可以分享他的快乐。
只剩下产业，这怎么会算是富足呢？这怎么会算是富足呢？因此，自言自语的财主以为他掌握了一切，我把这些管理好，掌握了一切，连我未来都可以预备好。没想到他所有的计划变成遗言。这正是耶稣用来回应那眼中只要家产不要兄弟的人，问他说：如果你生命的时间表不是照你的，是照上帝的，那你会怎么样处理你们当中的纷争？事实上，我经常看到很多人遇到生命里面的癌症、重大的疾病或重大的变故的时候，他的生命的清单开始做了转换，因为他知道我在拥有多少，如果我的连生命都没有了，我的生命没有在上帝手中，那我要这些干嘛？因此，这个短句，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或许是耶稣改编的，但他正在告诉我们，关系我们生命里面怎么样投资。耶稣也借此问我们每个人，请问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到目前为止，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投资在哪里？接着，主耶稣转身，我们要知道，拥有跟没有，刚刚好是这个世界社会制度的两种人，而因此耶稣转身去安慰那些穷到他担心明天要吃什么穿什么的人，对他们说不要忧虑，特别是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路加福音第12章22节到23节，圣经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过衣裳。主耶稣在这整段论述里面，不断的使用一种逻辑论证，叫做权衡轻重的这种逻辑论证来表达。而这个逻辑论证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以小观大的类比。主耶稣说：连乌鸦上帝都养活他们，你们何必担心呢？路加福音第12章25节到26节，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你们哪一个能借着忧虑使寿数多加1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何必忧虑其余的事呢？你们在忧虑，也没有办法增加我们的年岁，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忧虑当中阻止时间不断的流。就好像我们刚刚到现在已经过了45分钟，11点开始，我们可以阻止说叫时间不要再走吗？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因此，对我们现实的状况，如果我们忧虑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连那个生命很短暂的百合花跟小草，上帝都使他们华丽到可比所罗门王荣耀的时候所穿的，何况你们？因此，路加福音12章29节到30节，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虑，这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这些东西，你们的父都知道。需要，我们的需要，上帝都知道。我们的确需要物质的生活，没有错。主耶稣也没有否认这件事，而上帝都知道。
当时的犹太人自认高人一等，他们是哲学家的国度，不像外邦人不认识上帝，没有真理。所以主前2世纪有一封信，犹太人写的一封信留下来，写到他们是吃喝穿戴的人，且全人的本性依赖这些事物。那是犹太人在笑外邦人。因此，耶稣借用当时犹太人的自我认知，告诉门徒说：我们不该受物欲的捆绑。路加福音12章31节到32节，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世上没有人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一直到拥有太多。事实上，也要搬家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搬家的经验。只要是搬家，我们好像都要丢掉很多东西。有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什么时候买了这个东西了？但是到搬家的时候才发现，那就没有用了。这表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经常看到广告，我们就想说，我很需要，我很想要拥有。如果它是小东西，可能我们很快就可以买得到。但买完了呢，有时候我们就放在一边，把它忘记了。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生命里面该丢的东西太多了。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如果我们眼中只有贪婪，那么我们就一直活在黑暗里。然而，如果我们全心依靠上帝，我们就能看见鸟跟花会变成我们的老师。大自然很自然就变成我们老师，在教导我们。原来上帝的恩典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把上帝放在生命的首位，我们将会拥有上帝的国度。那该怎么做才能把上帝放在首位呢？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路加福音12章33节，一起来读。来，你们要变卖财产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主耶稣的这段话，事实上在历史上影响了许多基督徒跟许多基督徒的团体。我在这里，那个故事太多了，或许以后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里没有要多说，但我要告诉大家，主耶稣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主要我们要该怎么办才能够真正的富足。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用慷慨的方式来跳脱我们的贪心跟焦虑。我们知道一个富有的人也焦虑，对不对？也忧虑，因为富有的人他觉得自己太多了，我要好好的弄好我的产业。而没有得吃没有得穿的人也忧虑，对不对？他在忧虑什么？我明天要吃什么穿什么？所有人都陷落在忧虑里面，而所有人有时候也陷落在贪心当中。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富足的人，如果要富足，那就是要用慷慨的方式来跳脱这些忧虑跟贪婪。我们要知道，祷告、禁食跟施舍是传统的犹太人他们敬虔的基础。申命记第15章第7节到第8节是这样说的：在耶和华你上帝赐给你的地上，任何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贫穷人，你就不可硬着心袖手不帮助你贫穷的弟兄，你总要伸手帮助他，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慷慨不是略施小惠，经过一个需要的人丢给他100块这样子而已。
上帝的慷慨是帮补他，直到他脱离贫穷。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帮补他，直到他脱离贫穷。十一奉献的规定里面是要供应圣职人员跟圣殿所需，但每3年一次要供应穷人、寄居者跟孤儿寡妇。这记载在申命记第14章29节。然而，上帝没有要阶级斗争，上帝不把富有的人或拥有的人当作坏蛋，没有。申命记第23章24节到25节，上帝的话里面还特别保障地主不至于被人占便宜。事实上，在上帝的话里面还有喜年，在7749年这一年，不只要豁免债务，土地连土地都要归还。所以神学家这样告诉我们，这正是对私有财产制的终极启示。这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财务管理有多糟，无论我们深陷债务泥淖无法自拔，然而7749年这再告诉我们一件事，至少每个人每个家庭一生里面有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这就是几年在告诉我们的事。神学家对上帝的律例做出了总结。他说，圣经对财富和私有财产制的态度没有办法归于一般的分类，因为今天的世界有2种强势的社会制度，一种叫做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民族牺牲自己，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个人这珍贵的保障。另外一端是极端毫无限制的个人主义，会不惜牺牲社群来保障个人。圣经对这2者都提出挑战，原因是圣经对贫穷的原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自由派认为，有一派认为读到圣经，有些人读到自由派的人认为贫穷的原因来自于社会，就好像种族歧视、经济剥削。保守派的人读到圣经，他们说这归因于个人家庭的崩坏、品格的缺失、缺乏自治自律。事实上，圣经很平衡的给了我们原因，既有来自社会的逼迫，包括司法偏袒有权势的人、高利贷、不公平的工资，但箴言中也给了我们一系列个人道德的缺憾，就好像懒惰以及个人自律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看贫穷这件事情，其实贫穷是相对的，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穷，是因为我们跟别人比，对吧？如果我们没有比，搞不好我们不会觉得自己穷嘞，对吧？所以，上帝看贫穷跟富足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然而他却借着主耶稣要警告我们，不要把你的财宝当作你的主人跟你的终极目标。路加福音12章34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最后一节。圣经是这样说，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纽必真这位神学家贴切点出我们这时代的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是每个人在衡量的时候都高估了自己该得的那一个部分，低估了我的邻舍、我的亲人、我所爱的人应得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争取的是我自己眼中所看的公义，我不认得上帝公义的标准，那我就成了无法无天的暴政推动者，而不是公义的代言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富足的人，
是知道自己生命优先次序的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是明白是上帝掌权，上帝知道。一个真正富足的人，是更愿意把自己给予出去的人。愿上帝帮助，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是的，我们知道这些物质对于我们很重要，但求主赦免我们，有时候太把这些物质或我们的资产看为宝贝，却不把你放在我们心里。求主与我们同在，赦免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时我们来唱圣诗，圣诗第610首，圣诗第610首。会众请起立，唱全首。耶稣是我心所欢喜，生命亮阔，人类救赎，世上荣华满不空虚，依靠我属心的满足，救赎真理永不改变，信靠的人得着拯救，追寻的人主赐偏典，除你以外别无所求。我们清唱生命之粮，领受圣言，心所期盼，红饮基督永流活水，灵魂能得皆可平安。心灵渴望得着安宁，周遭环境不断变迁，欣然见主慈爱笑容，坚定信心相互无边。亲临和你与我同在，时刻享受平安光明，罪恶黑暗完全除尽，圣光照耀普世全境。会众请坐。这时我们来奉献，我们请林泽颖弟兄、陈雅婷姐妹来司献。
会众请起立唱奉献诗。这时我们来报告，报告起先，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由我来读，我读一次，请会众来读2次。在耶和华你上帝赐给你的地上，任何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贫穷人，你不可硬着心袖手不帮助你贫穷的弟兄，你总要伸手帮助他，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申命记15章7到8节，请。在耶和华你上帝赐给你的地上，任何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贫穷人，你不可硬着心袖手不帮助你贫穷的弟兄，你总要伸手帮助他，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7到8节。赐给你的地上，任何一座城，你弟兄中若有一个贫穷人，你不可硬着心袖手不帮助你贫穷的弟兄，你总要伸手帮助，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申命记15章7到8节。翻到周报的第1页，第1页上半部为这周及下周的服事内容，请服事人员预备心。中间及下半部为周间聚会及主日学聚会，请兄姐自行参阅及参加。第2页上半部为小组的聚会表，也请会众自行参阅及参与。下方为7月31号主日奉献明细，如需查询奉献明细，请洽教会办公室，如有错误，请洽长职。翻到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8月7号，第1点，庆祝父亲节，祝福每位父亲们身心健壮，节日快乐。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在场的父亲。所以，如果我们有父亲的身份，不过如果我们有参与第一场，有收到这个红包，就不用站起来哈，没关系。那请在场的父亲起立，好不好？起立，来，起立，来。我请那个简成长老哈，祝福哈，好好好。来，拿到红包就请坐，谢谢，没有要罚站了啊。没有要罚站，那教会所给的大概就是些微，其实是只是希望透过这样来作为感谢跟祝福。那事实上，我们的祝福还有主日学的学生那他们唱歌不太好，不太合那个调哈，请大家见谅啦哈。那个我们待会听了就知道哈。来，我们来听他们怎么样来祝福我们的爸爸妈妈。
谢谢他们哈，我们掌声谢谢他们。还要啾咪一下了哈，还要啾咪一下。那个他们唱的歌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曾经是那么小，然后长大，上帝带领我们也慢慢长大，然后有不同的身份。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拥有不同的身份的时候，我们那身份可以配得成为上帝的孩子，就好像他们在祝福爸爸一样。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父亲来祷告，以及在场或者是线上的父亲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赏赐，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父亲。主，就求主你保守，让我们生命里面的父亲真的有上帝你丰富的爱，与他同在同行，帮助我们记得他。是的，主，我们生命里面或许跟我们最亲近的人有很多矛盾的情节，但求主安慰的灵就与我们同在，帮助扶持，特别与我们的父亲同在，不论他现在在哪里。主，在场现场有许多的父亲，在线上也有许多的父亲，我们求上帝保守，让我们配得这父亲的角色，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为一个父亲，我们怎么样去带领、去祝福、去保护、去教导。求主帮助我们配得这你所赏赐给我们这身份。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看到本主日消息报告第二点。8月份职月长职长老为陈为民长老，执事为傅其芳执事及邓亚忠执事。第3点，8月份长职会为书面报告，请各部将资料交至办公室会诊。下主日8月14日，第1点为得胜者主日，请得胜者老师同工当天上午8点到4楼礼拜堂练歌。第2场礼拜结束后进行会长改选。第2点，妇女及夫妇团契会长改选于下主日下午1点在705教室举行，请成员出席。教会消息，第1点，8月14日起，在3民教会的青年福音队，由于担心疫情与暑期活动，预计前往的青年锐减，经由教会牧师辅导商讨之后，决定取消此次行程，请持续为3民教会、我们的姐妹教会与教会的年轻人代祷。第2点，2023长职候选人名单如下，请自行参阅。第3点，2022到2023团契会长改选时间及地点如下，请自行参阅及注意时间及地点。第4点，小组野外礼拜申请流程、日期及方式如下，请自行参阅。第5点，桃园教会18区小组65岁以上8月份生日长者，请各区长向徐秀莲干事领关怀礼券，适时关心探访。教界消息，第1点，新竹中会松年部秋季灵修旅游，时间、地点及费用请自行参阅。报名欲参加者，请向简秀柱执事缴费报名。第2点，2022桃园平安7月关怀弱势公益音乐会，时间为8月28号下午2点半，地点为中立艺术馆。欢迎会友至教会办公室免费索票。第3点，长职同工教会观摩灵修旅游，时间及地点如下，欲报名请洽简成长老。请牧师补充报告。这个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第一位是杨金莲姐妹，来，请站起来，我们掌声欢迎她在我们当中。那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也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可以一起参与，听见上帝的话，一起敬拜。请坐，请坐。那第二位是蔡武先生哈，蔡武应该是在外面去，对不对？蔡武哈。好，那第三位是游淑慧姐妹，就在我们前面了哈，我们掌声欢迎哈，欢迎他们。欢迎他们哈，那蔡武弟兄，就在这边啊，站起来，然后欢迎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敬拜上帝，请坐，请坐。好，那未来我们大概早上的主日早上的11点，我们都会有华语礼拜，欢迎一起来敬拜上帝。那我在这里简单的来分享我们的年轻人这一次事实上在5、6月份的时候就决定接下这个福音队的挑战。其实那时候我也很佩服他们，因为那时候也正好是正在疫情严重的当中。那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而事实上要取消也是一个勇气，因为我在上个礼拜大概陆续就接到说，他们有一些年轻人因为疫情其实仍然很严重，所以家庭其实有一些反对的声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些暑期的活动就借进来，所以当时候上个礼拜就有一些年轻人就决定没有办法前往，那这使得能够服侍的年轻人锐减到个位数，而锐减之后，他们几经评估，那非常慎重的，后来非常慎重的跟教会的牧者辅导商量之后，他们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取消。就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决定迎接这个挑战是一个勇气，决定取消，我认为也是一个勇气的表达。所以他们知道自己可能在这段时间就这样少人，没有办法负担起这些营会的责任，因此这其实都是勇气。所以我要邀请大家特别为这些年轻人来祷告，求上帝保守，也期待我们跟三民教会是我们的姐妹教会，是原住民的教会，那我们期待也可以接下来与三民教会有更多的联系跟连结。不只是在今年的暑假而已，而是接下来的时间。而我从7月份开始就鼓励大家可以为福音队来奉献。那截至今天到今天，这个奉献会收到今天为止。而我们本来小会员其实都已经有共识了，就是这一笔奉献除了供应这些福音队的需要之外，留下来剩下的就是都要奉献给三民教会，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做成小会议决了哈，所以待小会议决完之后，我们就会大概就是把这一笔截至今天的这个奉献就奉献给我们的姐妹教会三民教会。愿上帝保守，让我们虽在不同的地方在宣扬福音，但福音的种子都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宣扬出去，以及祝福我们所有人。那第三件事情，我也要鼓励大家可以加入团契或小组。我们在10月底会有一个野外礼拜，那这个野外礼拜就是鼓励小组组团出去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要去哪里。那这个详细的细目已经都公布在周报，所以要邀请大家，就是在这段期间也可以请大家一个人可以参与一场礼拜，一个小组或一个团契。最后一个，如果我们可以参与一项服事，就邀请大家参与一个服事。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这时我们来唱圣诗，圣诗第399首，圣诗第399首。我们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吟唱这首歌。结束后由牧师祝祷。愿上主大慈爱抚慰你心灵，每时
刻，他的爱住在你心里。愿主荣光照耀你，以此爱恩待你。无论何处，他的灵都永远伴随你。第二次把你唱成我。愿上主大慈爱，抚慰我心灵，每时刻他的爱住在我心里。愿主荣光照耀我，以此爱恩待我。无论何处，他的灵都永远伴随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天父上帝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同行，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必会。
各位弟兄姐妹互相请安，耶稣爱你，愿你平安。